人肉咸咸，蓝巴干干啊，没有钱啊。然后我就听到这句话，我就由包包里面掏出枪，直接由嘎嘎口开了3枪，直接移送，要判了7年。喂，拿到了！阿斌，嗨，早安。早啊！我们今天要干嘛？我现在要先去户政事务所，为什么呢？重办证件。为什么呢？证件不见了。我们现在会在台中，还没有回彰化，就是因为证件都还在他姐姐那里，对不对？就少年不懂事的时候，跟了一个大哥，那大哥就有一笔300万，叫我去考回，然后就考回来就有一个利润，去找被害人说这是你的本票，期限已经到了，看钱拿出来。被害人跟我讲一句人肉咸咸，蓝巴干干啊，没有钱啊。然后我就听到这句话，我就由包包里面掏出枪，直接由嘎嘎口开了3枪，直接移送，要判了7年。所以目前你那些证件也都就在他们那边，能证明我的东西全部都在他们那里。我在做这个企划，其实有担心的点，就是因为工作这种事，就是一定要双方都合意，才会有继续长久的走下去。很怕他们这样子好不容易愿意跨出来，如果遇到这样，会不会就是丧失那个信心？我觉得做人就是往往都要踏出这一步的，去尝试，不管去碰到撞壁还是怎样，也是知道一些原因在哪里。我今天要工作的原因就是想要是为了老婆而已啊，然后过一个好日子这样子。贴心的阿 B。喂，拿到了，什么感觉？超开心的！哇，超久没有拿到。有身份证之后，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好好保管，好好保管。你要赶快去找一份能加入劳健保的工作。那为什么会想要有稳定的工作？因为想要老婆身体不好，也没有给老婆一个安稳的地方，赶快想要去找一份工作来做。今天是你工作的第1天，对，紧张吗？紧张。那怎么办？也是要面对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了。好，走吧。你跟着我加一盘。它这优格都是895，然后加发酵粉，我现在也是自己熬的。在过程中可以发现，阿斌其实是非常细心也非常有耐心的人，跟第一次在火车站接触到的他不太一样。从一个看起来凶凶的人，然后变成一个其实是蛮温柔善良的人。也有跟阿斌聊到，他之前其实在服役的期间，有在里面学习一些烘焙的课程，所以其实在看他在做料理啊、切菜啊，或是摆盘的时候，可以很明显的知道他是一个在这方面是有经验的人。下班喽，我们回家吧。想说很困难，结果我做了一些好像家务事一样，对我来讲小事情而已。今天是阿斌去上班的第2天，是个今天的任务是要整理房屋。阿斌，他们叫你什么啊 Sasha。哦 ，Sasha。哦，好痛啊！蓝色线是里面，不用包太里面，因为它的尺寸是良好的，它会拉一下甩一甩，它就会下去。我在穿衣服。哇，大冒汗！你是不是觉得速度很快？我在那作战，用时间在散。谢谢。好，阿斌跟 Sasha 要比赛，看谁铺一个床铺最快。3、2、1，开始！Sasha 目前已经在用被子喽，你还在找那个角胶，找不到嘛？找不到洞。我想出一半可以吗？还没结束之前不能放弃。恭喜 Sasha 完成。阿斌，哎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吃豆腐啊。没事啊。加油！大家走。阿斌，你最后1天了，心情怎么样？很快乐。很快乐。那你等一下用什么心情面对工作？快乐的心情。快乐的心情。好 ，Go！ 今天的任务是整理套房，阿斌加油。那这个其实就是白粉，尽量把粉同样的合在一起。你会觉得来这里学到很多打扫的技巧？有，你就自己来开公司做清洁好了。
图片就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套房就完美结束。大功告成。今天阿斌的任务完成之后，最重要的就是验收。3床加扫地跟拖地，半个小时内，阿斌准备好了吗？好。他如果达成的话，Sasha 就要准备2份早餐给我们吃。计时开始。阿斌加油！做的很快，还是要做好哦。完全没有办法理我了。直接，这边，哇！你看阿斌怎么丢。最后一床哦，加油！3张床完成时间16分33秒。最后是什么？拖地加洗手。完成了吗？完成，18分05秒。有要检查一下吗？还是？我们叫我们的爱人。不要垃圾。哇！玩小秘证据。哦，这有东西。哦。相机。赞！耶，收工。超级赞。收工，冰，收工。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吧台啊。它对面其实就可以看到台中火车站，有什么感觉吗？角度不一样，角度不一样，看世界的角度也不一样。对，认真。你们最一开始对街友的想法是什么？就是脏脏的，没有地方住的感觉，很像以前有什么故事，然后沦落到街边。我觉得街友就是一样没有地方住，然后可能跟家里的关系没有很好。现在社会会让我觉得蛮有危险性的，就是很怕他们会突然攻击人之类的，就还是不会到那么讨厌他们，可是还是会保持距离。你们这几天和阿斌相处下来，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？他其实很厉害哎，那天教他一直烧，他其实一下就上手，深藏不露。要做床位嘛，我觉得他还蛮细心跟认真的，也不像是原本预设的街友会可能做事很随便，或是对卫生比较没有那么要求。一开始很感觉不认识，但是他可以很快的就是跟你就是在哪嘞什么之类，不会有那种距离感。那如果要你们个别送一句话给阿斌，我会跟他说，继续保持这样的人生态度跟个性，然后他一定未来是可以有非常好的发展。我想跟他说，加油，你才33岁而已，未来的路还很漫长，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归宿。我想跟阿斌讲说，其实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说，人家会不会对于他会有一些异样的眼光或是怎样，但是我相信他可以好好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阿斌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。